顶礼拜因为有议员伫个议事厅爆料，安平一间托婴中心遗失虐待婴儿的事件，结果安平在地议员李启伟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表示，自从案件爆发以后，嘛接到未少家长的反映。一方面认为案件无完全属实，另外嘛为托婴中心被勒令停业，中心的幼儿何去何从，向市长来订正。小孩去到一个地方，他已经安稳的在那边上课了1年了。那如果要再换一个地方，你除了要担心小孩的重新适应，那我们家长的接送跟家庭的其他问题，我们也都还要想办法去克服。那我觉得这个家长跟这个议员真的是造成我们非常大的困扰。如果说这个调查结果是如同今天所呈现的部分，我们会再做一些适度的修正。现在在那边的家长，我们说社会局说要给他们协助辅导嘛，辅导了要是去其他的，因为他们现在就很适应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他们也相当的一个信任嘛，因就认为讲根本都无任何什么款的一个问题嘛，去别个，互恁辅导去别个所在，拄到讲其他的问题咧，又衍生其他更多的一个问题。这所议员李启伟嘛为安平来争取建设，伊认为市长只剩2档外的任期，虽然进前安平办了未少的活动，加上今年阁是台南建成400档，询问市长安平的亮点未来伫个地，议员建议希望会用引进民间来投资。伫港滨历史公园兴建类似摩天轮的大型建设，对此市长黄伟天嘛回应会来努力，并且留予民众一个看会到、嘛会怀念的建设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